为在2021年的年底，我打了疫苗1个月后，突然间脑血管动脉瘤破裂，差点死掉。对，然后脑溢血的人应该全部啦都会伴随着水脑症这样的一个后遗症。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是昏迷还是？我记得我那一天本来中午有一个表演，然后我早上起来准备好了之后，还想说在家里暖嗓一下，结果一飙了一个高音，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就是放开的，就是它就是爆裂。然后非常痛，那个痛没有办法忍受，因为有点像脑部被剁成肉酱那种痛。然后我就赶紧量血压，220，哇，不得了了！我想说怎么办？我休息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。结果我开始呼吸困难，我想说完蛋了，连呼吸都不行，我还是赶快叫救护车。